兄弟姊妹，运动对身体有用处，因为运动要出汗。你看按当然你还就theo lý thuyết运动啱，自家生活用运动嘅地方都安強啊。我嘅聖經講出嚟嘅一啲摩地4-8咁樣講到，自家運動嘅用處都有限制。但係因為運動本自己身體健康有限制，佢接係講，但係自家吃肥有用處，對隆重熱切。但係吃肥有用處對隆重熱切因為在吃肥當中有上帝창出本自家好好嘅，上帝允許本自家，上帝允許本自家今下嘅生活也好，日後嘅生活中也好，上帝要창出最好嘅本自家，係乜嘅當然自家吃肥上帝要창出本自家新嘅力量、新嘅精神、新嘅健康、新嘅平安。本自家嚟行呢個社會，然後本自家行呢將來前面，然後摸出世間呢一片日子，自家要得到上帝嘅好處，要得到嘅永久嘅恩典，因為到上帝창出隆重本自家好，所以自家唔好離開吃肥，但有機會本自家強硬合作嚟，去嘅會所嚟吃肥，或者去聖堂嚟吃肥，隆重自家嚟傾嚟去吃肥，運動也係運動。呢兩計身體健康、屬靈健康，哇！自家行呢個生活，一天自家有新嘅精神、新嘅力量嚟行呢個世間，一天自家就要歡喜、要快樂，要得到上帝嘅恩典，上帝祝福大家，阿門。